解成日瞓極都唔夠㗎？周身都攰賴賴咁，唔通我有病？Joey 啊，咁我最近咧日日都覺得好攰啦，但我上網睇到一個叫做慢性疲勞綜合症喎，不如你幫我診斷下我有冇咯？可以啊，咁我幫你診斷下會唔會中咗以下4個症狀以上咧？咁你就懷疑中咗慢性疲勞綜合症㗎啦。咁例如係專注力同埋記憶力持續下降啦，睡眠後仍然感到疲勞，勞動後出現疲勞超過24小時，肌肉腫痛、多個關節疼痛、喉嚨痛、淋巴腫痛及新出現嘅頭痛，仲有不能解釋、持續及反覆發作6個月以上嘅慢性疲勞咧，咁都算係屬於慢性疲勞綜合症嘅。咁樣聽落去我應該都超過4個喎，但係有冇得醫嘅咧？喺中醫角度咧，呢啲就算係屬於亞健康嘅虛勞狀態。咁其實係由於咧工作壓力大啦、生活節奏緊張啦、情緒緊張啦，咁啊飲食唔定時啦，同埋體力努力咧都嚴重超過負荷咧而引起嘅問題嚟嘅。咦，咩叫做亞健康咧？亞健康咧，即係佢其實咧就已經係唔係健康嘅狀態，但係又未去到病嗰個狀態，就叫亞健康狀態啦。咁如果個人咧成日都攰啦，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咧？喺中醫角度咧，呢啲就係屬於氣虛或者唔夠氣嘅狀態啦。咁我哋就需要補氣喎。咁可以用唔同嘅補氣類嘅中藥咧去治療嘅，例如就係太子參啦、人參啦、黨參啦、北芪啦、五子毛桃等等。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體質咧，揀翻適合嘅針類咧去幫自己補氣嘅喎。唔該晒 Joey，希望咧大家聽完 Joey 嘅建議之後都精神爽利啦〜